线上的好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阿益539。今日要分享的是114年5月23，星期五，精彩有三照的资料。这期呢，咱同款要过来提供一支高机的，甲一捧高捧的，来互咱线上的好朋友呢，伫咧5月23星期五，来合排参考。首先要来分享的呢是高机的，这支高机的呢是由两块胶塑，两块胶塑呢要来带钢粒球啊，伊是用2支棒的，来进入3支棒的用。两招拢是准4进5。倒手边呢，伊是来利用上12支前的第2支固定加插，另外正手边呢是来利用上13支的第4支的固定减47，拢要来互3支棒的用。伊倒手边呢5月初9，5月初9第2支呢11，这个11呢固定来加插，11加插呢是21，这个21呢伫咧共一期，就是5月初9呢来开这个21啦。过来下2期，第2支呢1控，这个1控咱同款过来加插，1控加插呢是2控，这个2控呢伫咧下一期，就是5月13，来开出。过来下2期，第2支呢14，这个14同款过来加插，14加插呢24，这个24呢伫咧下2期，就是5月16，来开出。过来下2期呢，第2支13，这个13呢同款过来加插，13加插呢23，这个23呢伫咧下3期，就是5月20，来开出。过来下2期，第2支的07，这个07同款过来加插，07加插呢17，这个17爱伫咧下4期，就是咱这期的5月23，要来使用的。伊这招呢准4进5，伊是由2支棒的，2支一摆呢，按5月初9开始固定第2支呢来加插。这期呢是这个07啊，要来加插，要来带这个17的高机的。过来介绍正手边，正手边呢是来利用5月初8开始呢，固定用第4支，伊第4支呢2支一摆，固定来减47。伊伫第一转呢5月初8第4支呢28，这个28呢来减47，28减47呢19，这个19呢伫咧下一期，就是5月初9，来开出。过来下2期，第4支的27，这个27同款来减47，27减47呢2控，这个2控伫咧下2期5月13，来开出。过来下2期，第4支23，这个23同款过来减47，23减47呢24，这个24伫咧下3期，就是5月16，来开出。过来下2期，第4支25，这个25同款过来减47，25减47呢22，这个22呢伫咧下4期，就是5月20，来开出。过来下2期呢，第4支3控，
即个3空共款过来减47，3空减47咧，17，即个17爱伫咧下5期，就是咱即期咧5月23，爱来开出。伊即招咧是2期帮来进入3期帮的用，来利用上13期前的第4期咧固定减47。即期咧是即个3空要来减47，要来带即期17的高期的。以上咧即2招拢是2期帮要来进入3期帮的用，要来带即期17的高期的。来推荐咯线上的好朋友咧，伫咧即期5月23星期5，来做即期独期的连庄球啊，来互大家咧好摆参考。过来另外要过来介绍2块高碰的，即2块高碰的咧是带工粒球啊，带工粒球啊。首先介绍的咧是1期帮，1期帮要来进入2期的用，伊是来利用上12期前咧第3期，伊倒手边咧是来减即个连环退数差数2，按第1转减32，过来34，过来36，来到第4转要来减38。另外正手边咧共款即4粒球啊，无共的是伊用即4粒球啊咧固定来加5。倒手边伫咧第1转咧5月初9，第3期咧19，即个19伫咧第1转来减32，19减32咧13，即个13伫咧下6期，下6期咧就是5月16，来开13。过来下1期第3期2空，即个2空伫咧第2转爱减34，2空来减34，意思，即个意思爱伫咧下7期，下7期咧就是5月19，来开意思。过来下1期第3期26，即个26伫咧第3转爱减36，26来减36咧1空。即个1空爱伫咧下8期，下8期咧就是5月21，5月21咧来开即个1空。过来下1期的第3期咧2空，2空伫咧第4转咧爱减38，2空来减38，18，即个18爱伫咧下9期，下9期就是咱即期咧5月23，爱来开出。伊即招是1期帮咧来进入2期的用，按即个5月初9开始，第3期咧来减即个连环退数差数2，即期咧是即个2空要来减38，要来带即个100的高期的。过来正手边咧，伫咧第1转5月初9，第3期19，即个19咧固定加5，19加5咧是24，即个24伫咧下6期5月16，来开出。过来下1期第3期2空，即个2空共款过来加5，2空加5咧25，即个25爱伫咧下7期，就是5月19，来开出。过来下1期第3期咧26，即个26共款过来加5，26加5咧31，即个31爱伫咧下8期，下8期咧就是5月21，来开出。过来下1期的第3期咧2空，即个2空共款过来加5，2空加5咧25，即个25爱伫咧下9期，下9期咧就是咱即期5月23，爱来开出。以上即招咧是1期帮来进入2期帮的，要来带即碰高碰的18甲25。伊伫第1转咧5月16来开13甲24，13甲24咧2期相加咧合数
37。過來下兩期咧，來開一四甲二五，一四甲二五咧，兩期相加合數39。過來下兩期咧，來開一空甲31，一空甲31咧，兩期相加41。伊佇第一轉37，過來39，過來41，就是進兩，41個進兩咧，愛43。就是咱拄則所介紹的1825，要來組合一碰43數，這是即地一期幫咧，要來進互兩期幫的用的。佇咧即期咧，要來帶一碰高碰的43數，18甲25的高碰的。過來另外要過來介紹一地咧，是5期幫的。即個5期幫的咧，同款準3進4，伊是來利用上23期前的第4期，固定咧，佇咧下8期要來帶一碰高碰的。伊倒手邊咧是來減即個連環退數差數值。伊佇第一轉咧是來減72，過來62，過來52。來到第四轉，要來減即個42。正手邊咧是來連環進數，為第一轉來加4，過來加3，過來加2，來到第四轉要來加7。伊佇倒手邊第一轉4月26，第四期咧35，即期35咧佇咧第一轉來減72。35來減72咧，37，即個37佇咧下8期5月26來開出。過來下5期第4期咧24，即個24佇咧第二轉，愛減62，24來減62咧38，即期38同款佇咧下8期，就是5月12來開出。過來下5期咧，第四期28，即個28咧，佇咧第三轉，愛減52，28來減52，24，即個24同款佇咧下8期，就是5月17來開出。過來下5期第四期24，即個24佇咧第四轉，愛減42，24來減42咧18。即個18愛佇咧下8期，就是咱即期咧5月23，愛來開出。伊即招咧是5期幫，來利用上23期前嘅第四期咧，來減即個連環退數差數值。即期咧是即個24啊，要來減42，要來帶即期18嘅高期嘅。過來正手邊咧，伊佇第一轉。4月26，第四期35，伊佇第一轉來加4，35來加4咧是39，即個39同款佇咧下8期5月76來開出。過來下5期第四期咧24，即個24咧佇咧第二轉愛加3，24來加3咧27，即個27咧同款佇咧下8期。就是5月12來開出。過來下5期第四期28，即個28佇咧第三轉，愛加2，28加2咧30，即個30同款佇咧下8期，就是5月17來開出。過來下5期第四期咧24，即個24佇咧第四轉，愛加7。24加7咧25，即個25咧同款佇咧下8期，就是咱即期5月23，愛來開出。伊即招是5期幫咧，來利用上23期嘅第四期咧，固定佇咧下8期咧，要來帶一碰高碰嘅。即期咧是即碰1825咧高碰嘅，甲咱拄則所介紹迄個咧同款。
拢是要来组合一碰咧43数。伊伫即块咧，伫咧第一卷来开37甲39，伊37甲39咧两支相加合数76，来到第二卷咧来开27甲38，27甲38咧两支合数65，来到第三卷来开24甲30，24甲30两支合数54，伊伫第一卷76。第二卷65，来到第三卷54，就是差数11，差数11咧54，搁退11，爱43。就是咱拄则所介绍的18甲25咧，要来组合一碰43数。以上咧，这就是咱即期要来提供互大家咧好牌参考的，同款是3粒球啊。17、18、25，要来提供互大家咧，伫咧即期5月23咧来好牌参考。感谢大家耐心听完下来分析甲介绍。咱预祝咧即期咧会当顺利来开出。感谢大家收看，感恩，多谢。